即马开始录音，安尼好，无咱今仔日上尾一节课咱即马开始好啊共款伊阁是即张共款阁强调啦咱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互大家会晓写白话字甲读白话字若是手机未安装拍台语输入法的，拜托者因为这介重要伊是一个足好用的机器拜托大家去安装者。咱即马今仔日要强调的是咱咧拼字我有看到讲，一个人反映讲拼字毋是一个足简单的代志我再来强调一下咱拼字的时候，咱拢先甲伊拼做第一条咱较来下调好咱较来下调好就好第一条咱来看第二句逐工听1分钟记音这是介重要的代志你若知头知尾会较好斗咱1分钟主要咧听啥呢听不管是字头还是字尾总是有一个声音咱慢慢讲你迄个声音听久了你就知影讲其实台语有啥物声是组合起来啥物 ANG 啦，伊是安怎组合的，是啥物声音？你听久来，你会有迄个概念，你头壳内底有迄个概念1分钟这个物件介重要的一点就是讲，伊阁有教你变调教你变调变调迄咱实在是毋免背啦咱靠啥办法？咱听久17321安尼去听伊讲，听伊唱了，咱听一遍了，咱真正背起来，咱毋免调工背啦这也是1分钟的好处之一啦阁有所谓的迄个咱的7调伊也是伫遐咚咚咚咚咚咚咚，互恁听这句来恁就会晓呼音啦咱即摆来看即张表啦咱来讲即个方法，互大家了解一下。咱是塞嘛塞塞就是咱先到第一条思哀思哀就是塞嘛拄好伊是第一条，所以咱毋免搁去下啦第二个是好对无好，咱要用较好，咱就先来到好哦好咱开始去用迄个咚咚咚迄个声调去斗就是好第二条已经到啊，所以是第二条来，咱再来看把波啊巴对波啊巴开始，巴把把第三条下调所以是第三条。咱以后所有的字咱都会当安尼去试啦咱就用迄个。就像迄个波啊巴安尼开始不管迄个对一个字，你就对波啊巴开始去斗开始下音巴巴巴再来咱是 B B 的时阵要安怎？咱就共款斗第一条波伊 B B 好来开始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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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条来咱来看高啦高凹高高凹高一高仔的高有无？咱对高开始变高高高高高第五条拍掉过来是唱啦吃吃秧唱第一条开始唱唱唱唱唱唱伊是第7条咱用这个方法咱一直去试你若试过愈来愈侪个字你就愈来愈熟像我即马莫感觉这个方法足奇怪因为我即马我本身我嘛是共款搁用这个方法有诶拄着较青分诶字，嘛是共款伫遐咚第三条，家己诶心内伫遐念嘛这是拢一定要做录也共款虽然讲伊是一个恶诶声伊无伊除了4、8无其他诶调，但是咱也共款莫插伊用迄个方法来试就录安尼就是第8条，用共款方式来试就好所以不管咱就是用这个方法搁甲大家强调者咱要安怎来练习拼音呢两步交替有较紧咱听1分钟熟悉遐前后音家己斗看卖，我都有强调过第二就是你看别人的底文底就好你毋免看伤长，你一开始看伤长你会感觉这一大堆是要安怎看会了啦你就足简单，你就想要放弃毋免咱看底有的人写一句足底可能12左右尔爱看别人安怎斗有人讲夜香对白啦我则甲发明一个叫做夜机对拍夜机对拍安尼咱手机甲撒出来咱试下骹遮
咱来看咱的输入法，咱来开起来找一个咱拍字的所在吼。啊，你的迄个正边上下骹吼，遐有一个 JI 吼，迄就是字吼，字的白话字写法吼。啊，迄个 JI 遐佫来试一下吼，咱即马手机啊，遐操作哦吼，迄 JI 遐试一下，啊，伊即马变做汉字的字啊吼，来，啊，所以咱照这个例句来拍吼，感觉你要拍啥？KAM 啊，我是无应该先读互恁听吼。咱来看伊安怎写吼，KAM，KAK 吼，你得发现讲你的字盘已经走出汉字的感觉啦，吼，感觉啦，吼，汉字的文字吼，你甲试下吼，试下，咱就输入嘛吼。啊，咱再来看第三字吼，CHIT 是啥？哦，你来看伫较碗正边迄边，遐有一个做啦吼，就是即吼。啊，来，咱照这个方式一直拍吼，搁 KENG 啊吼，尖吼，一尖两尖的尖吼，尖吼。TIAM 吼，第三条吼点，啊，这个第三条你讲我哪知影第三条吼？还是咱顶外咱第一课的白话字卡就有声调啊吼，啊，请大家真正爱开始背一个啊，嘿，吼，迄个配对正边来，这个声调就是第三条吼。来，咱咧拍后壁遐吼，这个 CH 的这个看无啥有吼，我就无爱读啦，咱家吼，不要紧，我读互恁听恁对拍吼，CHONG，HONG 吼。啊，你有看到遮有一个装潢嘛？吼，装潢，你搁家己甲输入落吼，CHIN 吼，第二个字就是金嘛，真嘛吼，金吼，啊 SUI 吼，这是第二条吼，阮调好真正爱家己记者吼，SUI2吼，你会看一个水吼，啊，你若只要看你的手机啊，你先免甲送出去吼，你若看，遮就有一条全部拢汉字的物件，啊，咱要来读可能就已经无遮困难啦吼，啊，所以说白即句话是啥？感觉即间店装潢真水，吼，感觉即间店装潢真水。啊，这对咱来讲就是一个足方便的方法啦。啊，较早咱若要吼，搁无即个手机啊会当输入的时阵吼，咱会去讲，我看遮字，我真正哦，遮有几个字看无啊，我要安怎？我头壳足疼。即摆毋免啦吼，我会上较晓写。手机啊输入法吼，伊本身就有亲像吼类似书店的功能，吼安尼。啊，这是迄个1分钟啦吼，我搁甲各位搁再强调一下吼，咱即道有甲迄个白话字甲迄个做教育部所共的所在吼，咱是有甲话加一个乌色的起去吼。啊，即摆逐个若是讲开始要听1分钟来记伊遐迄个声母韵母的时阵吼，请恁注意吼，爱去找乌色的，迄较是咱白话字的写法吼。下骹迄较浅色的、较细字的吼，你会当注意讲，遮有这黄色的吼，一个一个。伊迄就是白话字甲教育部伊有无共个写法，吼，咱这要注意吼。哦，咱来看这吼，这张图是鸭草做出来啦，吼。伊咧讲啥？你主要咧讲啥物语言啦？吼，你会当看到，迄支吼，足笑迄支吼，迄支是啥物色的？迄支黄色的，啊，伊是啥物语言吼？伊是中国话啦。啊，青色的迄是咱即摆台语啦，吼。你会当看得到上尾啊，遐剩7.4%吼。这是就是讲每一个世代吼，每一个世代，啊，愈头前的迄是愈倒边的迄是愈较早的世代吼，愈正边的则是愈即卖的世代吼。你会当看到中国话一直冲起，到即卖上较新的世代已经是92%啦吼。啊，咱来看青色的吼，其实伊写是65%啦，但事实上咱较早讲台语的占比例是超过70%吼，超过70%。啊，我著拢较爱用70%来讲啦吼。1955年进前的吼，伊有70%的人吼，70%的人讲台语，到现主是吼2014吼，2006到2014的这个时阵生出来囡仔吼，因这个世代吼，因主要已经剩7%咧讲台语啊。啊，咱会当看到红的客语吼，甲迄个蓝色的原住民语吼，因本地人就有较少啦，所以因的拍数本来就较低吼。但是你会当看因现主时的状况是偌歹吼，因已经非常低啊吼。伊到1976落来以后吼，伊就无法度搁超过1啦，有无？啊，搁来的时阵，伊就开始，我毋知伊迄啥物拍数啊，飞机已经足低啊吼，差不多要死亡啊吼。啊，台语剩7%是搁咧拖老命尔啦，也是咧喘的。
啊，讲到这，我有一句话，有一个现象想要甲大家反映一下，就是讲，有人真爱讲，咱这讲台语的叫做台语霸权啦吼，讲台语的拢做鸭霸，拢要逼人讲台语吼。自使咱无即个代志啦吼，咱来看啥较是霸权吼，毋是伊较是霸权吼。啊，我想要讲的就是讲，其实迄个大福老沙文主义吼，嘛是迄个赵少康去发明出来，后来咧攻击咱这讲台语的。咱这讲台语的，即马嘛无啥物霸权，哪有霸权？7%哪会算霸权？7%是要死的人吼。啊，所以我是认为，伫台湾啊吼，咱的台语、客语甲原住民语吼，即三个语言的人，应该是免规工伫遐互相争啊，迄叫做弱弱相残啊，咱真正无必要啊，哦，应该是共同合作吼，啊，咱继续甲咱的各自的迄个母语吼，用得愈好，安尼吼，互伊紧看会当爬起来无？虽然咱可能暂时间拢无法度去超过迄支远的啊，但是我总希望讲渐渐大家族群吼，会当去慢慢恢复起来，恢复起来，恢复起来。啊，讲到霸权这个问题吼，其实有啦，即马政府拢有对吼，迄个所有的母语伊有迄个补助啦吼。啊，我知影的是客委会甲先摕30亿，甲先今年啦，这数字吼我无足清楚，是无足清楚啦，我无足记个足调吼。啊，我知影原民会吼是90%啦，90亿啦。啊，咱台语委员会摕着偌济钱？哦，歹势啦，台语是无委员会啦吼。啊，实在无讲咱遮讲台语的人鸭霸，其实无啥物鸭霸，足卑微安尼吼，足卑微安尼想要讲，互咱诶话会当去挖落去尔，真正是安尼的心愿尔。啊，这是卧槽的图啦，卧槽用台语叫鸭草啦。啊，之前嘛是去听台湾通讯的拜六下暗的活动吼，因有人出来小盖因的组织吼，较知影讲啊，因就是鸭草啊，可能大家拢知影卧槽，毋知影鸭草啊。啊，咱讲着拄仔咧讲着迄个台语霸权迄个话题啦吼，啊，咱搁刷落讲另外一个，就是讲，有人会认为讲吼，我像我即马高雄人，有人会认为讲，北部的台语吼，较无人咧讲，啊袂要紧啊，咱台湾搁有台湾的南部吼，就是嘉义以南吼到屏东，啊可能逐个台语搁拢足定咧讲的啊吼。其实我咧逐大家讲，无啦，无影啦，可能是阮南部的大人较有咧讲，大人可能是30-40岁起嚟的，吼，搁较有咧讲。啊，你若到讲是囡仔迄吼，嘛是足少啊。啊，我来讲，我去载阮囝吼上美术课的代志吼。啊，因迄囡仔嘛，总是爱补习嘛，是讲爱去上课嘛吼。啊，伊就是一寡幼囡仔哦，去遐画图3-4岁袂当送去要画啊，或者黑白做黑白画拢袂要紧。啊，我迄工有较早去，啊，较早去的时阵，可能早10分钟，啊，我看到一寡囡仔本来甲阮查某囝因无共班，一寡囡仔慢慢咧出来，慢慢咧出来。啊，因家长当然是惜命一个拢走去载嘛吼，因为会搁送去补习班啊、才艺啊，这种才艺班咧上课的，我相信拢足听囝的啦。啊，我会听到啥？啊，今天画的怎么样啊？有没有画的很高兴啊？哦，这种的对话，一个听，一个听，全部拢总是讲中国语的吼，无半个讲台语的，真正无。这是伫高雄哦，三民区啦，佮讲较有高雄的三民区，一直到尾啊，吼，差不多大家拢差不多要了啊，阮查某囝毋知伊讲啥，较晚转来，啊，我较会去甲伊问讲，啊，你今仔画了安怎？哦，这就是一个故事啦。啊，真诶，我迄讲我无听到半个父母对因的囝咧讲台语的，无零，除了我以外吼。啊，咱再来讲第二个啦吼。啊，像迄国中生吼，足差诶，因一下课到对拢足爱说嘛，迄个年纪嘛，吵闹闹有无？哦，啊去到超商吼，你若伫下课时间去到超商遐内底有足侪囡仔，哦，咱国中诶，当下课啊，看要去补习班啊，是要行转去诶，拢有啦。因会先伫遐坐，也是讲要买一个凉诶，买一个胖蛋诶，要食诶，哦。啊，你若去到迄个所在吼，你听到诶，我来讲，规片拢是中国话。到台语有，我去足侪遍啊，我捌听过一道台语的，一道一个查甫咧，甲因朋友讲，啊，你莫甲我落啦，安尼，即种的安尼尔。虽然讲对方嘛是咧甲伊讲中国话，啊，伊又来应台语，啊，你莫甲我落啦，神经哦，安尼，差不多即种的话啦。
我听一个，我都调到滑头去甲看伊个面，讲台语的囡仔生即款，嘿，做歹哦，这真辛苦啦，即摆现况就是现状就是安尼，这分享互大家知影。即摆要讲一个叫做滑头症，滑头症是啥物？就是士大人咧含平辈讲话的时阵，伊拢讲台语。滑头看到家己的囝儿孙啊煞开始讲中国话的一种镜头啦。这你其实你若开始咧要伊讲，我家己咧讲台语无？不管你啥物族群啊，你讲我要伊讲你咧讲母语无？你甲看，诶，无啊，你无爱教囡仔讲台语的时阵会发生啥物代志？足恐怖的啊！咱来看就像即马，我认为滑头症就是即马台语衰微的凶手，上介严重的就是这，因为你连踏厝里你都无法度家教尤其即马学校有啦，即马有母语课啦，一礼拜一节国小啦对一节对，一节两节我已经袂记了，应该是一节啦。迄是无可能会当互伊真正学会晓台语的，迄会当互伊讲好。学足基础，你可能学6档了，学足基础的对话尔，可能会当学买到买物件，这几箍迄几箍安尼尔。你厝里若是拢无要搁安尼搁加减啊教落去，你厝里就听无嘛。第二，伊袂认同，迄是伊的母语嘛咱看第二点即个滑头前的镜头产生真济会晓听，煞拢袂晓讲的囡仔。即摆遮即寡会晓听，煞袂晓讲的囡仔会发生啥物代志？因若搁有后一代啦因以后敢有可能去教因的囡仔讲母语？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啦。因为伊去接受讲，对，阮爸爸妈妈也无叫我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拢共款。因伫我只要教因讲中国话，因就拢听有啊。伊嘛袂要求我来讲我的母语，袂要求我讲台语，我就毋免会晓啊。会晓听甲会晓讲是两回事呢。会晓听，你拢听，毋过你要讲的时阵，你拄开始要讲，你会感觉足困难的。因为咱台语有用着一寡金肉喙内部的金肉，甲中国话就是无共。像咱足明的例啦，中国话无落音嘛，咱有嘛，嘛我嘛到的嘛，迄中国话拢无啊，所以伊要发这个音，伊发袂出来。搁有遐个缩声啊，啥物压杂的压啦音啦这物件是发袂出来。搁另外一点是，伊的句法嘛毋对，伊的句法就照中国话语去讲，迄就是伊会照中国话去直翻，讲出来根本就已经不得不切啦，所以其实阮兜之前嘛，就有即个镜头啦。虽然阮是无滑头症，毋过就是一直无交阮迄个大汉的伊要求讲你着爱甲我讲台语。结果有一阵仔我开始要求伊讲台语的时阵，差不多2、3冬前啦，见面呢，我甲伊争2冬，真正争2冬。到讲到尾啊，拄开始就生气啊，我是安怎讲这有啥物路用？嘛是共款的调啊甲你讲共款的话有啥物路用？有啥物路用？咱会听做个人讲有啥物路用？我讲，毋是啥物路用啊，这就是恁阿公阿嬷的话啊，你甲它学起来啊，啥物路用？我无甲你答，就是我毋对啊，我安尼甲应啊。甲讲我袂晓讲啊，我不会讲，我不会讲没关系啊。你要用，你就讲一道互我听，我去翻做台语甲你教一遍。我就安尼甲伊磨2冬，磨到尾伊慢慢接受啊。看到我就讲台语，这是真正是，你啊时間甲磨，你啊做耐性。无一定你逐个人拢做会到，有人讲足忝的，我就甲伊会当讲就好啊，对啦。你若有种非得我甲伊讲，伊听有就好啊。过来后一代台语就无去啊，就遮简单这种滑头症伊就是一种对家己的母语足无自信啊，足无自信。即摆台语经过迄个国家语言法典法以后伊即摆已经是规定是国家的语言之一啦，咱讲之一啦咱来简单甲讲啊，因为咱搁无讲，伊可能就爱消失啦咱来简单甲讲上尾一点啦，讲母语是一种人权啦，迄是绝对是人权希望讲即个观念嘛，互大家知影。这是王玉杰博士讲的一句话啦
语言是民族的灵魂啦吼，啊无语若断吼，咱的文化就是会断根啦吼。啊，因为咱种种的风俗、生活吼、行为，拢是为母语开始的吼。来了解这件代志，咱对出世到老，咱这个族群，咱讲台语，所以咱所有的行为、行动、风俗吼，咱去拜拜。出世的时阵有啥物礼吼啊，4个月有啥物礼吼，有啥物代志爱办吼，啊到要去扛去台吼，迄拢有咱的话咧讲的吼，对无？啊你甲想象者好，你遮所有你碰是咧做的代志，你感觉这是理所当然用台语咧做的代志，有一天台语无去啊？好，换做英文来讲好啊，换做英文来讲，迄个会讲变啊足奇怪。啊来，即个族群敢佫会当讲是讲台语的人？哦，应该毋是啊，迄个规个族群拢已经消灭去啊，剩一寡一寡风俗佫伫诶尔，迄个文化已经无去啊，所以即个语言本身就是文化，伊就是民族诶灵魂，咱简单小解迄个网友嘅朴实者啦，咱袂讲足久，因为其实伊是伫台文界内底是一个足重要诶人，伊伫迄个台独运动内底，伊嘛是一个足重要诶人，因为即道时间真正是无较济，无遐济，所以咱甲遮个代志，咱简单讲就好。毋过你若对网络嘅朴实有趣味，咱即个物件三去 Google，即3个字3去 Google，咱会当查到足侪资料，你为着自费出版啊，台湾语商用语类，我后壁仔调音，因为迄台语无啥好念，来去卖厝，来个出版真侪部，迄个台语研究相关的册，而且为着要做台湾独立的运动，爱去开台湾青年社，甲台湾青年杂志，爱伫遐做迄个用来做基地就对啦。1975年以后，伊解决迄个战后台湾接个日本兵的补偿的问题。这朴实是介重要的人。即摆伫政治上已经无遐大压迫啦。咱敢要开始好好讲台语或者是希望讲提供互大家去思考的台语去互人争几十档，争到重伤咱敢有要用共款的气力来甲医治即个几60档咱可能是差不多当咧人已经无咧甲你争啊嘛。但是问题即摆伊伫病院，咱伫病院咧倒的，咱敢有好甲饲药啊？甲敷甲烧这也介重要啦所以我讲政府若做无够，民间拼来斗第二点就是台语有限的空间，毋是四界拢有啦咱真正爱家己找团体，因为你去到外口，去到你较前面的所在，足侪拢已经变做用中国话咧处理代志啊。咱可能伫厝里，咱有法度讲妈妈我的囝我的某我甲因讲台语拢总通。毋过去到外口，可能你会遭遇着足侪困难，尤其是较中北部的朋友所以爱家己去找团体像打到台语开讲车就是一个。北部甲先佫有一个牵囡仔的手行台语的路这面车拢有当找到遮个相关的资源咱就爱这也是鼓励啦坚信讲台语啦为家己做起安尼咱来影响咱身躯边的人。你主要爱讲，你若毋听着讲，台语佫伫咧台语佫伫咧咱佫影响愈侪人要做伙来甲咱去影响佫愈侪的人安尼。即摆即个教的是三连音啦咱会当看迄个本条部分1、2、3、4、5甲7、8伊的意思就是讲，你迄个三连音三连音的意思就是讲像甜甜甜迄三个物件，伊台语来起来创啥起来创啥？伊起来强调啦这个物件有够甜的，四果有够甜的啦甜安尼迄就是咱三连音。毋过咱敢有4连音，还是5连音？无啦目前嘛无人会晓讲啦，毋是讲愈侪字愈好啦咱就是3字尔3字尔伊咧甲你讲本调是第一调的时阵，咱会安怎读；第二调时阵，咱会安怎读这可能就是互较无熟台语的人来做一个参考，因为咱若是正常，放是有咧讲台语的人，咱拄着这是袂有障碍
我家己读互大家听一下啦，阮对第一条开始吼，一直读落吼，甜甜甜啊吼，光光光，苦苦苦，巴巴巴，臭臭臭，正正正，看看看，湿湿湿，吼，悬悬悬，长长长，高高高，慢慢慢，吼，白白白，good good good，吼，安尼以上互大家做参考啦。啊，即个固定轻声变调吼，伊就是讲，你伫有一寡字，即要安怎讲呢？这是咱讲话中间吼，伊真自然的形成的一种，你的声调变低的一个现象。咱要解说可能有时较好解说啦，咱直接来看范例吼，迄个好啊遐吼，咱讲会讲好啊，对无？但是你若无迄个轻声调，咱读出来变啥？好啊，好啊，因为上尾一字是本调。头前迄个字在变调，好，所以好爱变调，咱读做好啊。问题是咱讲话根本就无安尼讲啊吼，所以伊这就是固定的，咱会讲好啊，吼好啊。咱再读一个奇怪啦吼，第二个就是三尾吼，但是你若无写轻声变调的时候，伊变啥物？变三尾，三尾，吼，这个讲法无人咧讲啊吼，所以咱要做注意的就是讲，这是咱语言本身就有这种讲法，吼，咱习惯性的讲法就是安尼，所以咱为着要配合咱的话，咱去设计一个轻声调，吼，啊，要甲这个轻声调写出来，就是讲，咱讲话遮的时阵，咱会自然会变做轻声调，伊的意义是伫遮，吼。啊，咱对头开始读，大家看卖吼，我无爱搁读咧毋对啊，因为读咧毋对，大家感觉足奇怪吼。对头读好啊，吼，三月听着赶出去，吼，伊这是两个后尾第二、第三吼，拢是轻声调吼，赶出去，吼，来拜咧拜咧吼，迄个咧拢有较低哦，注意听，拜咧拜咧吼。咱来看正边这边的吼，伊就是明显吼，伊的意思拢有改变啊。我来读互大家听看卖吼，咱先读一个头前迄个伊写往生的吼，迄个咱讲行去，行去吼，啊，着阮爸着已经先行去啦，吼，行去，咱安尼讲话啦吼。啊，搁另外一句是，阮爸行去公园啊，吼，行去公园啊，吼，啊，一个是已经无去啊，一个已经无伫个啊，无，一个无伫个，一个是去散步尔吼，啊，即两个若毋对去，你着分去啊吼。迄意思差足济吼，咱搁一遍吼，行去，吼，啊，搁一个是行去倒位，安尼吼。啊，第二个也是真好个例啦吼，咱来看吼，就叫惊死吼，惊死。哦，你秘伫我后壁拢毋出声，常常甲画一个是要惊死人个吼，惊死，吼，惊死，吼。啊，第二个是叫啥呢？惊死。啊，我着惊死啊，贪生怕死吼，我惊死吼。第二个叫惊死，吼，我着对死即件代志，我感觉足恐怖，迄两个意思无共哦吼。啊，是要甲我惊死哦，啊，我无爱去，我足惊死的吼。即两个代志是无共款的代志吼。第三个吼，第三个叫做后日啦吼，后日是啥？伊就是迄天，就是后天吼，后日吼。啊，搁有另外一个叫做后日吼，后日是啥？就是过来的任何一天拢会使，后日就是再来啦，吼，以后啦，吼，即个意思啦，吼，就讲啊无咱吼，今仔日的吼结论先讲到遮，剩的还未有讨论着，咱后日则搁来回吼，后日吼，咱以后则讲啦，咱无爱今仔讲啊，吼，啊后日就是后天，就是指定迄天，吼，所以这是无共的代志吼，啊，咱再来讲做人，吼，做人。哦，阮姊也已经做人啊，你莫阁笑想啊啦，阮姊也已经做人啊，伊要嫁人啊啦，哦，啊，另外一句咧，叫做啥？做人吼，你做人真正有够失败，无怪大家拢无要参与哦。做人哦，你要注意，就是有一个有轻声调，有一个无轻声调哦。做人甲做人，这轻声调咱之前有讲过啦。
你即摆听到紧，应该嘛知影我咧讲啥？迄个两环两个连尾的迄个吼，连线两尾的迄个吼，迄就是轻声调。咱来看上尾一个咧吼，第一个叫啉两杯啊，会行，咱来啉两杯啊，哦 OK 啊吼，像人啊甲我招安尼，我就要去啊吼。啊咱伊若甲我招讲，无咱来啉两杯，啊无爱啦，你浪费我的时间对无吼？啉两杯是要创啥？我讲简单啉两杯尔，我就去举茶出去甲你啉，我伫厝里后壁啉者就准煞对无吼？两杯是啥物意思？你干会当啉两杯啦，哦，啊啉两杯啊是啥？哦，就是我会当啉两杯以上，啉甲欢喜啦，嘛无一定欢喜，爱看你第偌济嘛。当时伊袂叫你啉两杯，你就会当离开啊嘛吼，这就是差伫遮。这吼是对前的轻声变调啦吼，这咱来看后壁的咧，无咱先看迄个吼，伊嘛共款甲你整理吼，7个声调出来吼。你头前迄个字吼，你头前迄个字。你后壁会倒一个啥物 A， 还是啥物 R， 还是啥物啥物人吼，啥物我，反正伊就是迄个字会读就是迄个字后壁伊个声调会变甲无共款吼，啊伊毋是甲迄个叫做啥，咱17312吼，安尼咧变的，伊甲迄无共，小可无共吼，毋过迄嘛是咱习惯讲话的方式吼，啊咱来注意者吼，咱对第一条开始听互讲互大家听看卖吼，像第一个吼。边的嘛吼，边的吼，伊的 A 是走到第一条去啊，边的吼，伊意思就是讲，你头前本调像边嘛吼，伊就是第一条吼，边的吼，边的后壁你会讲 A， 你袂讲边下，边下拢袂，你会讲边的，因为咱讲的就是安尼讲吼。啊，再来看吹的吼，吹的，啊第二条吼，伊嘛是有伊的写法，所以这嘛是共款拢互大家来参考，讲你若其实你的语感无介好诶吼，会当来查即个表啦吼。啊，咱来看第二个吼，这个尾啊吼，后来啦吼，哦尾啊，哦应人就是我答应你啊吼，应人我毋是答应你啊，答应迄个人吼，我应人啊吼。啊一个人叫米啊吼，咱来看第三抓吼，骗人、欠人吼，骗人甲欠人安尼。第四抓吼，招伊吼，佮招我安尼吼，招伊招我吼，咱无讲招伊招我，讲我物件招伊啊，啊你物件招我好无吼，咱会安尼讲吼。啊第五条是红的，红的，哦咱会当甲第一句遐有无比较，伊是甜的有无？共款是 A 哦，伊是甜的，啊咱第五抓的时阵就变红的吼，吼这就是咱讲话的时阵，咱就是安尼讲吼。咱再看吼，搁后壁遐咸的吼，黄啊吼，伊是有规则的啊，所以有甲整理出来。但是咱碰是咱讲话，咱袂想规则啦，因为咱本身就安尼讲话吼。咱来看第七条的吼，大的吼，大的高的吼，你着穿较高的，爱穿高的出去吼，惊介寒吼，互伊互你吼，这拢是爱写一个变调，你若爱写一个变调出，轻声变调，轻声符出来较好吼。咱看第八条吼，哦，你讲的是对的，哦，对的，哦，哦，我穿的是宝的，哦，好，你今仔啉啥？我啉宝的，啊，这是压前变调啦，吼，压前变调就是讲咱伫一个啥物压的头前，迄个压头前迄个字，无一定是会读正常的变调，伊无一定读正常的变调，吼。来，咱来看第一句吼，共款的意思，这三张都拢差不多共款的意思啦，吼，苗啊，吼，苗啊，桃啊，吼。啊，第二个是尾啊，吼，狗仔的尾啊，有无吼？狗啊，吼，再来是波啊，吼，关啊，第四是啊，吼，刀啊，吼，你要注意头前迄个刀有无？哦，坐刀，来遮坐刀，啊，伊已经变做甲本来迄个刀无共款的音啊，迄就是压前的变调，吼，佮有楼啊，吼，楼啊，鱼啊，吼，苗啊，鱼啊，吼。菜啦，哦，药啊，哦，安尼啊，提供互大家做参考啦，吼。你若讲，这变调煞怪怪哦，因为你有看到啊的头前吼，迄就是啊前的变调。咱这吼就是要讲轻声的写法啦，吼。因为你有时啊，你轻声毋是敢若讲啊对啊对啊，安尼一个啊尔嘛，一个音尔，毋是吼。有时啊，你讲出来，咱咧讲的轻声是几啊字连做伙的。吼，咱来看第一个吼，
哦，你要注意听哦，恁哦，恁伊是个分调哦，吼，轻声变调头前迄个字差不多拢分调哦，你来看哦，恁两三倍啊，哦，咱来恁两三倍啊，哦，其实这两三倍啊，伊拢是轻声变调的部分哦，吼，所以咱就是轻声哦，咱就是开始轻声进前，迄、个两个进前爱有一个相连尾，就是轻声调哦。啊，迄个两三杯啊，吼，拢用一个迄个海豚来画起来，吼，就是来连做伙意思啦，吼，那叫连尾，甲连做伙，吼。咱看第二个吼，敢有时间含我讲，吼，讲到遮就是已经变做本调，讲后壁变啥两三句啊，这两三句啊，就是如果是轻声变调的部分，吼，共款一字一字连做伙，吼，表示伊是一组，吼，伊规个拢是咧变调的。啊，咱来看第三个吼，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第四个，我等下要去食饭，吼，等下。这第四个就是要甲大家讲，你即个吼轻声调，无一定会出现伫逐句的上尾啊尔，无一定吼，伊有啥伫句中伊就出现啊。我等下，吼，这就已经轻声要去食饭，后壁佫恢复迄个正常的讲法。咱来看第五个吼，你是想着，你是想着，吼，迄个着，迄就是拢连续的吼。啊，第六个，伊嘛有时阵伊会伫句中，有时阵伫句尾，吼，轻声的所在，有时阵句中句尾拢总有，吼。等下吼，等我一下，等下等我一下，哦，这就是轻声真简单的介绍啊。这轻声要讲袂了啊，啊，这介困难。啊，我要甲大家讲的意思就是讲，大家莫先伤过紧张，一定要甲这轻声用好吼。咱先莫紧张这，咱爱紧张的是咱先教咱头前的拼音，遐创哦好势，哦完整的句会当写出来，这较重要。你若未有法度写词，写规句的时阵，你先练习词，写两字的、三字的就好。哦，哦，咱等下介绍一下信蒙爱的电脑输入法。哦，咱嘛会介绍找台语吼，一个正解的找字的方法。哦，啊，这就是正解的找法的说明。哦，咱个会小可介绍一下台语台文的基础教材。吼，好，安尼咱来先来看吼，这个信蒙爱的操作啦。吼。咱拄仔吼有看信蒙啊，迄个所在，互大家看到一张图吼，就是讲电脑版的输入法，你爱安怎设定吼？啊，迄个设定吼，基本上会当照咱拄仔投影片的所在，迄个形来设定。吼，你就看我交对，你就交对安尼就好啊。吼，但是我只要互大家看着讲，你边仔甲迄个设定的所在叫出来吼。你会当看到我即摆这是仓颉输入法嘛？输入法无同，拍迄个中文。咱搁试者吼，这个信蒙啊，即条走出来吼。咱设定遮来试落去，吼，就是拄迄个画面。咱即摆即个选字吼，选字的字通吼，伊会当改，吼，咱来看卖吼。我即摆大细是74啦，吼，74。啊，即个伊的字体吼是用即个Times 的即个吼，大家记起来，吼，因为恁搁来看动画片，你只嘛有当找啦，因为你找即个，因为我来 copy 啦。啊，即摆即个物件就是影响到你字的大细，吼，你个目睭较歹，你来用较大个，啊，目睭好，你来用较细，吼，安尼。啊，迄个物件影响到对呢，吼，咱来拍一个大好啊，吼。就是边仔即个乌乌即个所在，吼，伊会变大变小，即个所在变大变小，吼。好，啊，咱过来继续讲咱的第二点吼，选字成功了，讲第三点吼，有一个自动调整啦，吼，自动调整介好用啦。咱来拍即个简单看，毋是吼，咱直接拍字就有啦。哦，简单吼，啊，你拍了时，你也一个空白也是Enter，你较法度家己叫出来吼。哦，咱来看第二个是简单，第一个是简单吼。哦，你来看一下第二个，好，我即摆甲选第二个了，啊，我拍一遍，哦，已经到去第一个啊，吼，伊个顺序会变的，哦，啊，这变这要创啥不要紧，我搁举一个例互你看，你看你甲我的你啦，吼，哦，我即摆第一个是迄个乡里的里，啊，即摆我要改做你甲我的你要安怎，吼，伊个顺序是第二个嘛，毋过我无爱定定拍字的时阵，搁伫遐建议做麻烦嘛，啊，我试字对吼，试这个字落去。哦，伊即摆挑去第一个啊！我即摆若搁要甲查某利用，我头前个要安怎？我试者吼。
哦，个试者。哦，这查某的你已经走到第四位啊啦。哦，这就是讲你定咧用的字，你安尼一直甲哦拍久来，你经久以后，哦，你上届定用的字拢会走去上头前，无像这个你，伊其实搁来现到上届下骹，伊拢当有15个字，哦，这种麻烦。哦，不过伊这个功能介大心啦吼。咱上尾来讲这个自定思考的功能吼，来咱来看我拍字吼，拍 KK 花旗英特尔发生啥物代志吼？其实这我有设定好啊吼，KK 的国家吼嘛是感觉嘛是过去啦吼，因为我有时阵我会拍足侪安尼类似的汉字规堆的共款的吼，啊所以我就会去设定这个物件，啊互我足侪方便，啊这设定要设定共款这拄仔迄个数字发听吼，咱来看这个台语的自定思考吼，安尼吼，而且这有一个重点啦吼。伊就是当即个物件，即个啥物 begin 的物件，到即个啥物 end 的中央，吼，你会当去设你的代号，吼，像即个代号 KH，我就是来设做倒回，吼，所以你拍 KH 伊就出来倒回啊，吼，啊，这是我下晡咧测的时候用的吼，自定思考，所以我可能拢袂用着即个字啊，吼，自定思考，我就先写第一字，吼，自定思考，啊，我就家拍一个后壁即个汉字。所以你只要拍这个 CTSK，你就走后壁这个物件出来，哦。啊，像这个免税语我足定讲的，所以我来不如我来设一个BSJ 吼，我就无爱遮拍甲一个语感足麻烦的就对啦。啊，所以这个物件你连吼，你会当写一个主旨，啊，你拍一个主旨后壁就规关主旨拢出来，你拍一个 email 后壁规关 email 拢出来，吼，这是足好用的功能，哦。啊，像这个收摆啦，吼，收摆，这是我甲设的目的是因为伊思考内底无这个收摆，我感觉都艰苦，所以我就家己去甲伊定讲，我要爱的词，拢甲伊拍进去啊。安尼啊，这个真好用的功能来介绍互大家啦。啊，咱信望来操作就到这个所在，咱过来小概吼，找台语的较正解的讲法，因为即摆剩15分钟吼，我讲较紧的。咱要安怎找吼？除了你用台文落去找汉字的。啊，搁有白话字的咧查字典，吼、白话字的，也是讲数字的，数字的就是啥？哦，比如讲我要拍我，就 GOA2啦，就是我，哦，你用数字表示调和的，哦，也是用中文的，也是用英文的，以外咱都其他的查法啦，吼、安怎找吼？啊，歹势，我想讲伤紧啊！你看边仔遮吼，这正边遮有一个安怎找，你甲试落吼，这系统有说明的，吼。啊，这就是哦，像这伊甲伊遮是本地伊就有诶方式，我拄也讲过，迄足简单找，这是正解吼。咱来看下骹遮吼，只有一寡例啦吼。今仔时间可能较无够，我讲一个就好啊。我讲这个海波浪即个啦吼，来咱来看，伊这第一句就讲吼，你若拍三个海波浪的符号，你中间有浪价哦，这样有浪一价吼，这样有浪一价。你会当找出所有三个音节的词，就是讲顺顺顺啊，吼，什么红红红，无一定是共义的哦，甲马蹄哦，这种三字做一组的词，哦，伊拢会找出来。啊，所以这其实无介实用啊，但是这是做比如安尼尔啊，吼。啊来看四个海波浪嘛是共款的意思，吼，你会找着啥不中不义啊，不仁不好啦，啥会有诶无？迄种四字的，你会找着规堆的，哦，足济足济。但是咱要讲的可能是较简单的找法啦，像即个吼，伊遮用法就是，我用一个例来互大家看好。伊遮甲你讲 SBH，你会找着足济种的吼，咱来试看卖哈。S 啊吼，啊一个海波浪搁空一个 B 吼，海波浪空一个 H，哦，安尼找咧吼，你看。蓝文鱼、沙目鱼、吼、新明花，吼，你只要头一字有 S 吼，啊甲 B、甲 H 的，伊拢总会吹出来。啊，这会当安怎运用吼？哦，比如讲，咱要去找尻川这个字好啊，咱会晓拍骹嘛，高科嘛吼，高科啊骹吼有无？但是川无啥会晓，我感觉知影伊是死的头尔，死有无？
吃，啊，我可能知影是死的头，毋过后壁我就倒袂出来啊，实在无法度，要安怎吼？咱就用伫海波拢甲伊后壁所有伊拢代替掉，哦，啊来试看觅咱找着啥？咱找足济啦吼，加唱吼，啊，迄个骹只吼，骹趾吼，骹仔啊，骹仔吼，骹手、骹手、尻川吼，还有找一个叫尻川的，吼，应该是看遮啦吼，尻川吼，骹石吼，咱找像迄类似的词。啊，还有另外一种吼，就是讲，比如讲，咱都知影吼，咱有人讲什么红，酸袅袅这种的话吼，红，酸袅袅，但是我迄个袅袅我都袂晓写咧，哦，啊袂要紧，咱先来试，哦，像青笋这种的形容有无？啊，你就毋知后壁迄两字是啥意，后壁迄两字足乱的，足侪种的啊，啊，无咱先来拍青看觅吼，吃 A 青吼，咱个浪一个，佮拍一个海头龙。咱会当找到足侪暗笔，因为我这一个尔吼，我要三支，我两个海波龙，吼对吧？吼，吼，咱找什么青仔丛啦、青仔树啦，可能拢未是咱要找的啦，吼。哎，来，咱找到一个啊，吼，这叫青人人啦，因为伊青甲青可能伊拢有属内底，所以咱青嘛有找到吼。咱找一个叫做青人人，吼，啊，搁有一个青玲玲，吼，咱咧找即类的艺术足好找的啦，吼。安尼吼，啊，所以咱今仔要介绍的，本来我有搁要介绍另外两个，我发现讲时间可能较无够吼。啊，所摆你若是搁有愈侪想要试，愈侪功能想要试吼，咱就是吼，我来一遍吼。咱去买即个找台语的网站了，咱来试安怎找吼，伊遮下骹就有遮吼，足侪的找法吼。啊，你若有趣味吼，就是讲有一个拍是要找所有的声调，迄我有写伫投影片吼。啊，搁有一个迄个拍吼，拍甲真好诶吼，我嘛找放伫投影片内底，若有趣味会当来试看觅吼。啊，即摆这是学台语诶台语教材，就是咱拄开始咱就讲，即本教材足重要，伊大部分是用中文写诶，所以你家己读也读有，啊，你即本若读有通，你白话字就通啊，就是安尼遮简单吼。所以你会当来遮吼 PDF 下载吼，你会当来 download 落来。啊，今仔当然是要来搁讲其他诶物件啦吼。来，我足简单吼，大家知影即个网站吼。来算台语牌啊吼，这是虾米设计啦吼。啊，伊这牌啊就是有一套牌啊52张吼，啊伊有甲所有诶母音啦，就是正音尾音拢写出来，啊，搁有一寡互你算声调诶吼，啊伊有一寡规则会当算。你若拄好恁兜有囡仔会当三来教，家己嘛会当算啊，家己照看算嘛是会使啦吼。咱来看这个台语词典的部分吼。当然啦，第一个就是找台语啊，因为已经整合10几本词典做伙啊。但是你看这其他的所在吼，这嘛是咱会当参考的。我像介绍这个台文、中文词典这个吼，伊介绍就无做去找台语啊。啊，所以咱遮下骹的吼一寡词典、线顶的词典一寡连接，咱会当来参考啦吼。啊，这下骹就是手机啊 APP 吼的词典吼。迄个找台语吼，伊有 Android 版啊吼，啊找台语嘛有 ISO 版本啊吼，但是 Android 敢若有教育部的资料尔吼。纸本的我顶下有讲过啊，这个 TJ 啊，这本足重要的，真值得买啦。你若有要行台语这条路，你就是爱买。我认为你就是爱买，一本还袂到500块的吼。啊，你若搁要搁行愈远吼，这第三本啊，这本互大家看就先过去。这个吼。即个吼，即本台湾话大词典，即本真正下面因讲足赞的啦，啊，用也有介绍啦，吼，即本介赞啦，毋过伊就是介绍，可能会互你看了较艰苦啊。啊，毋过即本赞啦，吼，啊，甲大家交代者。好，咱即马讲到输入法吼，台湾运动者吼，这就是下面去整理的啦吼，这网站吼，伊有就是台语运动的年表啦，差不多就是年表迄个物件。千国的时期吼，伊有分较大部分的吼，千国啊吼，日本时代、战后吼，啊，搁有一个海外
海外吼，像拄仔王玉德吼，王玉德博士吼来讲的，咱拄仔讲着。哦，啊，这资料拢会当大家当来参考吼，尤其是战后台湾上爱恐怖的就是这三条啦吼，公益委员会啦，啊，禁止白话字啦，哦，啊来学校就袂当讲，就一定爱讲国语啊啦吼，安尼才会代志啦，啊，这互大家哦有时间会当来看，吼，像这嘛是有啥物带培会的代志啦，你足济啊足济啊，大家当来看吼，了解这历史，有趣味，摕这年表去 Google，咱 Google 着足济代志。啊，这台语或者我就先跳过啊，教学手咯，这家己有趣味，咱家己看吼。这个文献资料无讲到吼，文献资料吼，咱会当来看，这是我即摆有咧用的吼，这叫台语文数位点状资料库，吼，这其实介好用的物件。伊内底有真侪吼，拢是白话字的文章吼，伊有对迄个，你看1925的到2003吼，拢甲收入来这个资料库啊，吼，有这日本的怪事啊。因为文教授都爱讲这篇啊，我已经听过伊讲两遍这篇啊，哦，这就是嘛是改成是迄个台湾迄个什么报我袂记住啦，就咱第一份报纸迄个报啦吼。一般我来遮吼，我会做这个动作，我就是来这个检索遮有无吼，来查。因为阮即摆读阿英啊吼，就张创敏啊吼。咱读出来就是查着阿英啊的小说吼，这本小说是袂歹看吼。咱点去看，互恁看卖吼，伊这就是遮倒边遮拢是白话字的，正边遮是汉语的，吼，有趣味，大家嘛当来看，咱做有台语开的小说啦，这本就是，吼，这本甲你介绍，哦，佫有迄个可爱的修人啦，吼，大明星啦，吼，好，迄你这个部分，咱就先介绍到遮吼，因为遮下骹有足侪物件，大家拢有通点入去看卖，你若有趣味的时阵，吼，阮台湾应该爱有的地位是啥吼？咱分几部分来讲啦，咱白话字敢真正真少人咧写，有啦，有影介少啦，毋过袂要紧啦，哦，这毋是毋对的物件，这是对的物件。伊讲真少人咧写，其实我推特内底我加的人，我 follow 的上无超过150个，晓写白话字的，看有咧写的，吼。有的人足接写，有的人无接写。像面册嘛是有超过吼，内底会晓写白话字人足济啊。所以我就一直咧讲吼，强调讲爱找写文，吼，逐个人拢看有你咧写啥，你会较有趣味，佮继续写啦。其实咱介绍一个报道讲，咱交朋友吼，可能交100个人，交100个人就是真棒啊！所摆咱来看咱写台文的，免超过100个啦，你差不多也要记袂开啊。就是讲，毋免遐尼济，毋过你需要爱有一个群体吼，会当甲你做伙写字，咱较有法度继续落去吼。咱看第二点啦吼，无写无人知影台语有字啊吼，愈写会愈侪人知，这是一定会啦。拄仔面册甲推特的经验啦，我有讲啦吼，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讲，咱会当伫社交媒体来练习写台文吼，迄是真好诶代志，甲人交谈啦吼。第四点我讲迄点足重要，写台文是啥物意义吼？啥物意义？读出来就是台语啦，读出来就是台语。我今日我规工拢伫厝边讲台语，毋过我若是到迄个社交媒体，我顶悬写，我走去面册，我就开始写中文。我走去推特，我就开始写中文。无人知你咧讲台语，甚至你想要用台语去表示一寡，用中文要表示一寡吼，我咧写台语，我有咧讲台语，即件事实，你嘛足歹表示出来。人杀你诶物件咧读诶，你嘛会读中文出来，迄是无法度诶。但是你若写台文读出来就是台语，你无法度读变英语，也无法度读变。这就是咱一个足重要诶概念啦，咱就尽量家己行去生活化、日常化，咱会行咱台语诶路安尼，就是逐工用台语逐工讲台语，逐工写台文，安尼，咱自然就会传出去。我不如是啦会继续做诶代志，算我诶心声啦这篇我就用转落，我也希望讲恁渐渐会当看有遮诶物件我要继续讲台语，
写台文吼，我已经教互我的囝，啊，我若有孙，我嘛要甲因教，我嘛要甲因教吼，要教因讲台语吼。其实我即摆甲我的囝因吼，咧像咧用咧传信息的时阵吼，阮像咧用什物 Line 啊，是用什物吼，迄个 Messenger 吼，阮是拢已经咧拍白话字啊。虽讲有时仔因会看较无，但是因嘛是拢有法度甲我印。因是拢较少啦，因拢甲我印好，阮大汉个拢甲我印好，好，啊无甲我印看无。啊，总之会甲我拍几句的，但是问题伊拢看有啦吼。我相信伊可能过来愈拍愈长。啊，看第二个吼，有人若有趣味啦吼，我阁会继续甲因教，迄就是我的心声。啊，我认为吼，因为我咧教的是好的物件，吼，啊，我咧共教，吼，心内感觉真欢喜啦。我袂当讲我咧共小孩会啥货，我咧共教，我袂讲感觉欢喜欢喜，吼。啊，第四点就是讲，我有咧野煮，吼，我有咧压水，这是一个圣经的故事啦，吼。你甲煮四个野，吼，啊有时你野去石头地，啊有时你野去肥田，吼，啊你逐工压水，啊离石头地，你就是发袂出来煮，无法度。啊，咱甲迄水压着，真正等去到肥的田啊，肥的土内底啊，咱逐工压水，爱着大汉，吼。啊，我就是先困啦吼，来招大家来吼斗阵来做即件代志。啊，这有哪算心情啊啦吼，用台文来记事啦吼，记录家己的心情啦。有时嘛有人会来讨论讲笑交流啦吼。对我来讲啊，这是真快乐的代志啦，真诶。哦，这是我的心情，啊分享互大家。啊，咱是毋是四节课上了故事就结束啊？吼，我认为无啦吼。会晓写字吼，是新的人生的开始啦。啊，会当体验全新的滋味。会晓写字就是全新人生的开始啦吼，啊，会当体验全新的滋味啦吼。啊，听讲、读写拢交臂啦吼，就表示讲你会当使用台文伫你生活的任何一部分啦。吼，迄是开始，迄毋是结束，迄是一个开始吼。真侪册等恁咧看吼，死咧句诶吼，坐甲互恁读袂了。啊，第三点啦吼，这足重要，迄是我拄开始有甲恁讲过，是讲我保证教会，啊保证教会是安怎？我已经教了啊嘛。恁若有问题，会当过来讨论哦。我搁伫咧啦，我搁伫遮啦吼。我伫推特吼，啊伫米位啊继续为各位服务啦吼，真正教会。啊，恁若有需要，就来找我，我无真歹找。啊，小解阮的轻松读册会啦吼。啊，这个读册会啥叫轻松，我嘛毋知影吼，因为我找无啥物名通好啦。啊，就非伫我的社团嘛足轻松，啊，所以我的读册会嘛足轻松，啊，无就甲叫轻松好啊，非伫就咱轻松到尾啦吼。啊，逐礼拜五的暗时9点开始创啥？9点到10点吼是自由开讲啊，就是你要讲啥拢会使啊，恁兜猫仔生啊，其他也毋食无饱，去互放杀啊，去互气着啊，随便恁讲啊吼。啊，10点到11点吼左右吼，伊就是读册会。啊，目前是咧读阿英啊吼，张聪敏先生的阿英啊专录的版本吼。啊，无一定到11点啦吼，可能有时仔读到11点半，啊，结束看伊讲的情形啦，有时阵讨论较济就较慢线嘛吼。啊，读册会了后就是自由开讲的时间吼。啊，自由开讲的时间若有台语、台文无了解的所在，也真欢喜提出来讨论啦吼。搁有一件代志咧麻烦大家啦，因为我有设计一个吼问卷啦吼问卷吼，搭伫迄个顶头上尾一张灰内底就是上课连接的部分。啊，请大家若有用吼，会当回传倒来，互阮知影讲，恁上4节课了后是啥物款的心情啦吼。若会当甲阮鼓励就是上好啦吼，嘛是足期待啦吼，足期待大家甲我鼓励一下安尼。好，咱今仔的课就先上到遮。多谢各位真欢喜，安尼一个月以来吼，一直甲恁会当讲物件互恁听，真欢喜恁会当继续听到进。好，安尼咱的课程就正式结束啦吼。